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性骚扰的风暴是小入味。台北市政府这个公园路顶工程管理处一个60多岁驻位警察洪志控，长期对女员工性骚扰。 发简讯，也就是讲吸身躯，互女员工是真惊讲。讲最近这5年来，至少有6个人受害，甲顶司来反映，煞颠倒互霸凌。这个公园管理处是来回讲，调查小组已经确认性骚扰成立，会甲迄个驻位警察来记2支的新界。不过这是互议员气挂挂哦，敢讲记2支的新界就要准拄煞。真正的女员工早起是勇敢站出来，是讲甲。 脑梗啊，甜甜甜！语带威胁的告诉支持我们的同仁，不要再找议员申诉了。议员他都很熟。台北市府公园处方押出上少有6个性骚扰的受害者，透早2个受害人勇敢站出来，指控一个60多岁公园处的驻卫警，时不时会叫员工入去房间，讲话会摸手摸大腿，向顶级来反映，结果颠倒互欺负。 主笔甚至甲这个防控社会驻卫警讲，恁的单位有性骚扰的案件，指出2个被害女员工去互对方锁伫咧办公室内底。我们2位女孩子都很恐惧。当我们在会中跟长官说明这个情况的时候，长官却说：“你们可以从地下室出去啊，但是地下室黑漆漆的，灯光微弱，还有积水。” 就说你们2位可以把铁门抬起来啊！这个驻卫警防控社会也唔拿遮，简讯嘛别空。即透早7点团互女员工爱理锦理，女员工到下晡6点的时阵回团。今仔日先生在我上班的时阵，你传这款的简讯，互看到，引起着阮翁仔某之间的冤家，希望你自重。 安尼性骚扰到达已经5档，有完无法度解决。这个女同事跟我求救，她就很伤，她知道公园处的态度没有证据，也袒护加害人，所以她就很伤心、很愤怒的选择离职。那台北市劳动局竟然是伫咧记者会前一暗才知影这件代志。给予申诫2次的。您认为这样的状况，这么多的受害女子，今天公园处派你过来讲的只是2次申诫吗？受害者总算找到议员，愿意为因开记者会。因即摆敢若一个小小的心愿，就是希望莫阁有人受害，代志过了嘛，莫互生效。你们用什么态度？晚间9点，邀请您与世界同步，60分钟掌握全球脉动。What News 9，陈雅玲世界晚报给您崭新视野。